現在同大家去講解翻啦，喺2026年啦，我哋嘅家居啦嘅五行嘅能量分佈咧，對我哋有啲咩影響？不論咧你嘅辦公室啦、你嘅工作單位啦、你嘅房間啦，定係咧你嘅工作空間都好啦，只要咧你有3埲牆或者甚至乎2埲牆就有坐向嘅話咧，就已經係分咗呢8個區域。9個位置，呢9個位置入面咧有啲乜嘢嘅五行咧，對我哋係直接影響緊咧？今日簡單同大家去介紹翻，俾大家認知啦。如果第一次接觸 Ken Sir 嘅話咧，記得就訂閱咗我呢一個 channel 啦。我哋咧第一個咧最關注嘅地方咧就係呢個正東位啊！你屋企有冇個正東位先？正東位咧今年咧流年咧就呢個八白土咧就飛咗過去。最特質嘅地方咧，八白土本身就係財星嚟嘅，但係現在咧就去到呢個九運，咁即係八呢一個咧就叫做退氣。不過咧八呢一個數目字咧去到咧任何一個年代都好啦，佢都係代表咗咧呢個財富嘅。所以如果咧你屋企咧嗰個正東位咧有一啲叫喐動或者咧有一啲五行咧就可以咧同火有關咧去生旺呢一個八白土嘅話，就會提升咗咧你嗰個運氣。最好嘅地方咧就擺啲五行屬火嘅物件落去，譬如呢個紫水晶啦，就紫晶洞成咁樣，令到呢一個正東位咧就可以火燒起咗呢一個八白土，咁令到咧你呢個運程咧就可以提升咯。跟住咧同大家去講咧就係呢一個啦，東南區呢個五行咧就係呢個流年咧，呢個2026年咧就係呢個九紫離火咧就坐咗落去，咁即係代表咗咧就係咧當時得令最旺嘅數目，亦都咧呢個東南區咧本身咧五行咧就係屬木嘅，木就會生旺火，所以咧呢一個咧對於咧任何一個家庭、任何一個家居工作室唔同嘅單位入面咧呢一個東南區咧係最旺嘅，所以咧如果咧你好多時做生意或者傾唔同嘅內容或者甚至如果呢個係你夫妻房嘅話咧，咁恭喜你啦！你好快脆有機會咧就做爹哋或者做媽咪，或者你哋咧同居男女朋友都啦，你哋好快脆有機會咧就共諧連理咧就白頭到老噶啦。跟住正南區，正南區就特別要小心啦，因為正南區咧今年咧2026年咧就呢個五黃呢個災難星咧就坐咗落去，本身咧正南咧就屬火嘅。而呢一個咧五黃星咧就五行咧就屬土嘅，咁即係火就會燒住呢個土，就會製造咗啲乜嘢就係一啲災難性咯。如果呢一個係你家居嘅門口嘅話咧，你就特別要小心啦，一定要化得乾乾淨淨啦。點樣化？稍後再講。亦都咧要提醒你啦，就係如果呢一個門口咧係你嘅廚房係其他嘅睡房或者咧唔同咧嘅叫做電腦台書房或者你公司部影印機或者嗰個電腦嗰個 server 成咁樣，即係經常有一啲火或者有動像嘅話咧，咁就特別要小心啦。家居嘅小心就食錯嘢、講錯嘢、開口及就嚟。寫字樓嘅就小心咧，就係咧簽錯文件啦、請錯伙計啦，又或者咧就係咧有人會導致咧就公司有一啲損失。甚至乎好直接話俾你聽，你會得罪咗啲權貴。如果你坐嗰個位置係呢一個正南區嘅話咧，分分鐘咧唔知點解就俾人哋就試招炒魷就兜咗你啦。呢方面特別要注意啦。你嘅家居、你嘅工作室嗰個西南區咧，今年咧嗰個五行咧就係呢個七赤咧就飛咗落去。七赤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呢一個破財星，所以如果你嘅家居係呢一個七赤區，即係呢一個啦西南區嘅話咧，你就會好容易咧就招引呢個破財如果咧同呢啲電器或者你嘅廚房有關嘅話咧，就小心咧會有呢一個災難同火災有關係咯。因為點解本身咧就係呢一個西南區咧就有個二仔喺度嘅。咁而呢個七咧就二七同佢走埋一齊咧就會合化火，咁所以咧如果你嗰個位置入面咧會涉及到同一啲電器同火又或者好多時咧會有呢個熱力有關咧，特別要注意翻咧就係會犯呢一個火災咯。再加埋咧七呢個位置，如果本身咧喺個門口影印機或者係好多時你嘅電腦或者 server 或者甚至乎經常有人喺嗰度咧流連嘅 pantry 吹水或者喺唔同嘅停留嘅話咧，呢個位置會導致咧就係一個破財位，或者咧好簡單地咧就係生意冇蝕錢，不過賺少咗，咪即係等於係退保，同一個道理，明白嗎？呢一個特別要注意，要化得乾乾淨淨。如果唔係嘅話咧，輸咗都唔知咩事咯。
可能講到呢度咧，大家都可能會問啊，Ken Sir，你好似講清啲位置，大部分咧都好似咧又好又唔好啊，成啊偏向唔好嘅居多喎。放心，我稍後會俾一個解決方法大家嘅，俾耐性睇晒呢一個 video 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講啦，如果你嘅家居或者你嘅工作室，任何一個空間，你嘅正西區個正西區咧，今年流年咧就係呢個三碧道。三碧係代表咩啊？口舌是非、筋骨受損、交通意外啊，甚至乎係無啦啦咧就會有呢一個破壞嘅現象。再加埋正西咧就係呢一個七赤。我古書有云就三七就主盜賊，今時今日有冇咁多盜賊？可能會遇上呢個網上騙子啦，亦都咧會有機會咧，就算人哋唔呃你，你自己呃自己，點樣呃自己啊？點樣騙自己啊？就係咧你忘記咗啊，攞啲重要嘅文件，賴低咗個手提電話，唔記得攞銀包，出街唔記得帶錢，唔帶身份證，或者甚至乎咧喺呢個位置同人傾嘢咧，傾下咧，好地地咧就講下笑，跟住講到大家嗌交啊、頂頸啊、反目無情嘅啊，你都唔想咁樣噶，但係冇辦法，因為七赤同三碧走埋一齊，就會招致有一啲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損失係會出現咯。呢方面你哋要留意翻啦。如果呢一個係夫妻房嘅話咧，就經常兩公婆都會嗌交，會經常會有疑神疑鬼，男人又擔心自己頂帽係咪會變色變咗綠色，女人又會覺得係咪有人同我咧去爭老公爭嘢玩啊成啊咁樣，所以會有呢啲咧無啦啦咧就經常頂頸嗌交嘅情況啦。注意下啦你嘅家居嘅正西位啦，你嘅家居、你嘅工作單位、你嘅西北位嗱，呢個西北咧就非常之正啊，唔係個個區域都係唔好嘅，但係一定要提醒翻你，因為咧喺而家嘅九運嚟講，九係當時得令之星，咁啊一就未來身旺之星，二亦都係旺星，但係二同一時間亦都代表咗咧係病星，所以咧呢一個咧西北區嘅話咧就會有呢一個坤卦，因為二係坤卦就會同呢一個啦乾卦，因為西北區就代表咗乾卦，就出現咗咧呢個地天泰，即係一個昌榮嘅狀態啦。當然你可能會話咁調翻轉，我有啲識易經嘅朋友會講，咁如果調翻轉嘅天地胚啊，點解唔諗下呢個胚係代表咗否極泰來咧？即係所有唔好嘅嘢都要由今日就開始好翻咧，明唔明白？所以呢一個西北區咧，亦都係一個旺嘅區域。如果呢個係你嘅家居嘅門口啊、工作室啊，或者你寫字樓啊、你坐間房嘅位置啊，無論你係老闆啦定係員工都好啦，如果你坐個位置喺全層嚟計嘅話咧，係西北區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升職加薪有望啦，生意在於你嘅掌握所有員工都在於你嘅管理之內，再加埋乾卦亦都代表咗係首領啦，同埋呢一個掌管嘅位置，所以你對好多事情咧都在於你嘅掌握。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嘅家居啦、你嘅工作室啦，呢一個正北區有啲乜嘢嘅五行到咗咧，流年呢一個2026年咧就會有呢一個即係六乾金就飛咗落去，咁而家正北位五行就屬水嘅，咁而咧就呢個六乾金就屬金，金就會生水，就會生旺咗呢一個宮位，而16亦都合化水，亦都代表咗咧，就係咧一個人咧個人緣啦、體力或者個領導力咧就可以得以發揮，亦都咧最明顯嘅最特質咧就可以化險為夷，所以係一個啦和合吉祥嘅位置。但係有一個啦弊病咧，亦都係呢個正北位嘅好大嘅瑕疵咧，就係呢個正北位咧就係呢個本年嘅歲破啊！今年馬年啊嘛，馬嘅對家咪老鼠咯，老鼠咪坐喺呢個正北咯。所以呢個正北位咧就會有呢個歲破啦、三煞啦，係會咧出現咗。所以如果呢個係你嘅門口你就會咧好容易咧唔知點解無啦啦就多達啦，就好多問題要去處理啦。或者咧你坐緊嘅工作室或者咧你嘅睡房你嘅睡床嘅床頭你會發覺自己好鬼多壓力，好多時咧就諗唔到嘢或者甚至乎啲問題咧就諗極都諗唔通點去處理因為咧呢個三煞同呢個歲破都坐喺呢個正北咯，所以必須要啦化得乾乾淨淨，尤其是咧就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嘅，因為如果你搞得唔好嘅話咧，你精神壓力大嘅話咧，你嘅身體個體力下降咧，仲難以去處理問題咯。而亦都要提翻一間屋嘅中央位，中央你可以當係一點，中央亦都可以當一個區域。
而呢一個中央咧就本身咧就五黃居中噶嘛，就管理咧就係呢一個8個區域噶嘛。但係今年流年咧個一仔走埋去，土就會制住咗個水，五黃屬土啊嘛，水就嚟知個一仔係個中啊。咁即係代表咗就會土制水啊！古語有云就終南滅絕不還鄉。如果呢個位置你唔去處理嘅話咧，你會好容易同人反面啦。呢一個啦，有啲人俾你疏離咗，或者你被人哋去疏離咗，唔知點解你做咗架空電纜就冇人睬你啊，冇人理你啊，甚至乎有啲好好嘅老友啊，好好嘅朋友咧，都冇再去接觸，冇再去來往，源自於就係因為咧你呢一個中央位就係可能係你坐嘅位置，或者你工作嘅位置。而喺成間屋成個平面圖計嘅，你間房咧係睡房啊，定係工作室啊，定係你嘅工作空間都喺正呢個正中嘅話咧，你就好容易犯呢一個五黃，即係第一得罪權貴，第二同人反面俾人踢咗出局，第三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咧得罪咗人都唔知做乜事無啦啦躺着也中槍，就係呢一樣嘢咯。所以咧咁多咧唔同咧，有好啊，又未夠好啊，或者咧好多挑戰咧喺我哋嘅家居入面咧。所以 Ken Sir 咧今年咧就咧舉辦網上嘅風水講座，咁幫大家咧就咧去認知翻咧就係你嘅家居點樣去佈局，去化解咗咧一啲咧唔好嘅嘢，趨吉避凶。未趨吉之前就先避凶，何況喺呢個講座入面，我會教大家點去趨吉幫你提升你嘅金錢運啦，升職加薪啦，同埋咧就係你嘅健康同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甚至乎有啲朋友你話我好想脫單，咁我有咩方法？透過呢個風水亦都可以黐化你身體嘅磁頻咧，去幫到你咧去掌握到一啲結果去出現咯。明白嗎？咁如果你有家居都有小朋友讀緊書嘅話咧，呢一個非常之重要。點樣借用呢個大自然嘅文昌力量咧，令到你嘅小朋友呢個書本考試成績都就係一個啦步步高升嘅狀態咧可達到呢個學業進步名列前茅，可以去做到呢個尖子嘅攻略咧。咁呢一個講座就會喺呢個1月中咧就會上架噶啦。如果大家咧你好想咧認真知道咧點樣去參與咧一個拼五文化嘅風水講座，幫大家去喺呢一個馬年趨吉避凶嘅話，你可以透過片尾咧聯絡翻 Ken Sir 啦，參與我呢個網上課程啦。世界各地嘅朋友你都可以參與啦。咁私底下聯絡翻 Ken Sir 啦，可以嗎？咁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